去過澳門嘅朋友仔，相信咧都會經過議事亭前地，然後咧都會見過呢座好多窗同好靚嘅建築物，佢就係新中央酒店。不過咧，我今次唔係嚟入住嘅，只係咧想試下佢裏面嘅餐廳碧麗宮。我自己咧都係第一次入去呢間餐廳，不過咧聽個名都應該係食西餐嘅。餐廳嘅設計咧，俾我第一個印象咧大得嚟，又有種懷舊嘅感覺啊！環境咧係好安靜嘅，好適合情侶拍拖啦。食飯擺盤又整齊，大家一流啊！睇下個餐牌，由頭盤、主菜、甜品、湯到飲品都非常之多選擇啊！不過真心咧，價錢咧並唔係走平民路線嘅，所以今餐我期望幾高噶。唔好講咁多，點菜先。第一道菜咧係一個開胃嘅小食，三文魚鍋巴，冇咩特別嘅味道，唔難食嘅。第二道菜咧就係4款唔同嘅麵包，淨係望啊都知4款麵包一定唔係空氣麵包啊！4款當中咧，我試咗2款，條狀嗰款咧係一條好脆嘅餅乾條，另外呢款中間嗰部分黃色嘅並唔係 cream 嚟噶。點麵包食嘅呢一個醬呢，我覺得同麵包一齊食唔夾啊！第3道菜呢係牛油果、蘋果、百香果、生菜沙律，我只可以講呢，百香果好酸啊！第4道菜就係法式焗蝸牛啊！蝸牛嘅肉呢雖然係偏細粒，但係整體嘅味道呢係好食嘅，薯蓉焗完有少少燶燶地，正啊！第5道菜就係酥皮龍蝦湯，我認知嘅酥皮湯呢塊酥皮呢係會包住個碗嗰種嘅，咁樣嘅酥皮湯真係第一次見啊！塊酥皮呢焗得好香，好脆薄薄，橙橙黃黃嘅湯呢係極度十分濃郁嘅龍蝦味啊！龍蝦頭嘅肉呢已經好細心咁起咗肉，切好喺個湯頭裏面啊！2至3件嘅龍蝦肉真係煮得唔過火，而且好彈牙。第6道菜係紙包法國紅鰾魚啊！首先呢條魚應該係用焗嘅方法烹煮，魚質過咗火啊，所以好柴好老啊。但係用焗嘅方法去烹煮呢，個湯底好有魚同其他海鮮嘅味道啊！一放入口呢，全部海鮮嘅味道已經好出，但係略嫌呢鹹咗少少啊！講真，魚就真係唔好食噶啦，除咗旁邊嘅蜆肉同蔬菜啊，最尾就用一個英式茶作為今餐嘅總結。